而家咧天氣越來越熱，廣東一過咗清明咧，就馬上到夏天，每日早上都喺度招姐，到底着咩衫好？咁連衣裙咧係我自己最中意揀嘅，因為唔使諗點搭配，求其咧揀一隻綠色嘅打面戒指，點綴一下，咁就已經好 OK 啦。最近咧我新鑲嵌咗一盤綠色嘅打面戒指，一陣咧就上去咧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自己都好迫不及待。嗱，就係呢一盤啦，馬上帶俾大家睇。喺呢盤裏邊咧有一隻打面咧，佢唔係冰洋綠色，但係呢種色咧我自己係好中意嘅。成個打面好厚身，個弧度做得好好，做咗個好簡單嘅鑲嵌。你睇佢嘅入手感好舒服，好啱夏天戴。若果有預算顏色仲要洋一啲嘅，就係呢一款啦，經典嘅遺孀款。呢種顏色嘅洋度呢，好多貴氣姐姐追求㗎啦。大家都知道葫蘆一直都係福祿相傳，咁戴喺手指上面呢，個嘴咧對住外邊嘅，佢唔單止幫你立財立福，仲可以保平安。葫蘆款呢，之前呢，雅咪姐姐呢就將佢帶火咗啦。咁其次呢，關於馬鞍戒咧，仲有幾款，一款咧就係一個冰綠飄花嘅馬鞍戒指啦，好有質感同埋光感。仲有呢一個好特別嘅，做咗弧形，好似一個蝴蝶結咁嘅。如果係中意美甲嘅朋友咧，你稍微美甲一下，咁成隻手咧就好精緻啦。熱辣辣嘅夏天，不妨請一隻滿綠嘅戒指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嘅涼風。如果有諗法嘅，同錢錢交流一下。關注我，買翡翠唔